相信大家都知道咧，呢一幅蒙羅麗莎咧就係由達文西去畫嘅。研究發現啊，佢個樣咧就同達文西自畫像咧重疊起上嚟咧係好似嘅，好吻合嘅。五官咧幾乎咧都係一樣。咁即係點啊？唔通係達文西佢自己畫自己，然後自己又望住自己笑？達文西咧喺1503年咧開始畫呢一個蒙羅麗莎。原本咧就係有一位佛羅倫斯嘅商人咧，就邀請咧達文西就畫呢個商人嘅太太呢個肖像嘅。呢個商人嘅太太咧就叫做麗莎。但係咧畫完之後咧，就達文西咧就冇交俾呢一個委託人喎，咁反而咧就自己咧一直保留住呢一幅畫，仲咧帶住呢幅畫咧去法國。其實咧因為達文西係喺法國皇室嗰度咧邀請之下工作嘅，咁最後咧1519年咧就死咗啦。但係蒙羅麗莎咧呢幅畫咧仲仍然喺達文西嘅手上喎。呢一幅畫咧根本上咧就從來都冇完成過。達文西咧係一個好完美主義人嚟嘅，畫咗10幾年都畫唔完，仲話咧未畫好，直到死啊，其實都冇交俾啦原本嗰個商人嘅。最後咧法王法蘭西斯一世咧就收購咗呢幅畫，就成為咗咧法國嘅皇室嘅收藏品啦。到咗咧法國大革命之後咧，皇室收藏咧就變咗國家嘅財產啦。咁所以呢一幅畫咧就正式咁樣成為法國人嘅財產啦。1797年開始咧，呢幅畫就一直喺呢個巴黎嘅羅浮宮嗰度咧展出。蒙羅麗莎咧就真係有好多粉絲嘅喎。呢一幅畫咧喺隔籬有間房嘅，就有蒙羅麗莎嘅粉絲信箱。每一年咧都收到咧成千上萬嘅情書啦、求婚信啦。所有嘅信件咧都由博物館嘅職員咧收集起嚟，然之後咧就放喺羅浮宮嘅特別檔案庫裏邊。如果你有興趣嘅，都可以上網 check 下個地址，試下寄封信俾蒙羅麗莎，你又睇下佢會唔會回覆你啊啦。